Hello， 你哋好，歡迎你哋又返到嚟我呢一個專注製作 podcast 嘅頻道。呢一個頻道係方便你響返工嘅路上，或者做運動，或者做家務，又或者得閒冇事做，想聽下一啲聲音嘅節目嘅時候，可以播住嚟聽，唔需要睇住嘅。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單關於響美國用手段陰毒講究醫學精選嘅真實命案。兇手叫做 Martin， 佢係一位醫生，亦都係一個律師，同時亦都係教會嘅長老。佢外表斯斯文文，響社會亦都有一定嘅地位嘅。佢利用咗自己嘅醫學知識，製造咗一場以為毫無破綻嘅意外。原本差啲就真係可以瞞天過海，逍遙法外，最後全靠佢一班仔女鍥而不捨咁樣去追查，先至可以拆穿咗佢籌備咗2年嘅陰謀。呢一單案件嘅死者叫做 Michelle， 佢年輕嘅時候參加過選美，成為咗選美皇后。佢外表好端莊，好靚女，好斯文，好溫柔。響佢19歲嘅時候就嫁咗俾 Martin， 兩個人維持咗30年嘅婚姻。響外人眼中，佢哋係模範嘅基督教家庭，實情完全都唔一樣嘅。Michelle 嘅為人好溫順，佢好注重家庭嘅完整。佢明知道老公好多陰暗面，為人好虛偽，但係一直以嚟都遷就忍讓。兩夫妻生咗4個仔女之後， Michelle 因為心地善良，佢仲親自飛咗去烏克蘭領養咗4個孤兒，4個都係女，而8個小朋友嘅起居飲食，所有家務嘅開支，幾乎全部都係 Michelle 自己一個負責晒。至於 Martin， 佢絕對唔係表面咁正經，佢持有內科醫生同埋律師雙執照，而且佢仲兼職兼任教會嘅長老，亦都係屬於佢哋個州嘅醫療機構監督。但係法庭披露咗嘅檔案記載，佢自細都習慣欺詐講大話。17歲嘅時候偽造文件，虛報年齡，投考軍人，然之後又再訛稱自己患上精神病，要提早退伍。跟住就係長達幾十年嘅持續欺詐政府傷殘嘅津貼。響佢求學時期，佢又偷偷地改自己嘅成績，偽造學歷，入讀醫學院。年輕嘅時候，佢曾經多次開出空頭支票詐騙。佢亦都好揮霍咁樣去購買名牌。行醫嘅生涯裏邊，亦都累積咗10幾單女病人投訴個案。大部分都係涉及非禮同埋濫用醫生權力，但係佢因為人脈廣闊，所以佢一直都冚住呢啲事，從來都冇影響到佢執業嘅資格。由細到大，佢都造假牟利上位，一直都包裝到自己好好形象。由2005年開始， Martin 其實已經密謀要殺害 Michelle， 唔係突然間發生嘅事。響嗰段時間，佢突然間瘋狂咁樣健身，改造佢自己嘅儀容，徹底換個人嘅形象。原來係預備同新歡展開新嘅生活。佢喺網上識到護士 Gypsy， 兩個都係透過大量嘅電郵互相去溝通同埋談情。佢哋一早約定咗喺 Michelle 死咗之後就會結婚，然之後瓜分兩公婆名下嘅資產。而 Martin 亦都一早為咗自己以後脫罪鋪路，佢周圍向親戚朋友同埋教友散播謠言，話自己患上末期絕症，扮到身體好多病好虛弱，等人覺得就算有事發生都唔會認為同佢有關。其實喺佢哋兩公婆爭執期間， Martin 亦都曾經多次出現恐嚇 Michelle， 話佢可以令到 Michelle 無聲無息咁樣消失，唔會有任何人會發現。
Martin 最陰毒嘅係，佢明知 Michelle 身體係唔適合做大手術，但係佢依然逼 Michelle 去做整容。醫療記錄好清楚寫明， Michelle 因為長時間受到高血壓嘅影響，血管狀態欠佳，長時間麻醉整容手術嘅話，風險會好高。但係 Martin 日日都軟硬兼施咁樣情緒操控 Michelle， 佢將婚姻破裂嘅責任全部推到去 Michelle 身上。佢話係因為 Michelle 衰老，所以先搞到感情變質，話要整完容之後，成個家先至可以維持落去。為咗8個仔女唔會變成孤兒，唔會家庭4分5裂， Michelle 唯有妥協。2007年3月，接受咗歷時9個小時嘅綜合面部手術，包括全面拉皮、去皺、眼型矯正多個項目。Martin 憑住自己係醫生嘅身份，特登去問整容醫生攞咗4種可以互補作用嘅處方藥，分別有鎮靜劑、安眠藥、強效止痛藥同埋止暈藥。毒理專家響法庭嗰度講出咗3個關鍵嘅重點。第一，單獨服用任何一款藥，劑量完全符合醫療規範，唔會造成急性中毒死亡嘅。第二，獨立做體內毒理檢驗嘅時候，唔會被判定係蓄意藥物謀殺。第三，4種藥物一同服用嘅話，就會造成心律不正，令到肌肉全面癱瘓，冇晒意識，冇辦法呼救。換句話講， Michelle 當時雖然係清醒，但係身體完全唔可以自己控制得到，連手腳都喐唔到。手術休養嘅階段，所有藥物全部由 Martin 一手負責。法庭嘅證據確認， Martin 私底下不斷加大用藥嘅分量，遠遠超出咗手術之後正常需要嘅標準。Michelle 發覺到自己身體莫名其妙，成日都會覺得好暈，又成身冇力。佢私底下同大女講咗一番說話，成為咗日後翻案嘅關鍵證據。佢話如果佢之後遇上任何意外嘅話，絕對唔係意外，一定係 Martin 做手腳，一定要幫佢查清楚真相。大女自此之後就響日記每日記錄低媽媽食藥嘅時間、劑量同埋媽媽嘅身體變化，留低咗好珍貴嘅筆記。2007年4月10日，出事之前嘅一日， Michelle 復診結果一切理想，傷口亦都復原得好好，血壓亦都維持穩定。大女出門口返學嘅時候，見到媽媽嘅狀態都好正常。去到第2日嘅中午，屋企6歲嘅養女行入去浴室，就發現到 Michelle 瞓咗喺浴缸入邊，喺啲水入邊浸住咗。當時 Michelle 嘅鄰居同埋佢嘅小朋友都可以證明 Michelle 被發現嘅時候，佢係着緊普通嘅衫褲，根本就唔係準備要去沖涼。但係 Martin 同警方落口供嘅時候，佢就大話連篇，又話佢老婆係已經除晒衫喺個浴缸入邊失足浸親嘅。警察響現場搜證發現，浴缸周圍嘅地面都係乾爽，唔見到有任何水迹，亦都唔見到有除出嚟嘅衫，證實死者係俾人抱入去浴缸，唔係沖涼。響美國 FBI 存檔嘅911求救電話錄音嗰度聽到 Martin 當時係刻意報錯地址，而且態度好暴躁，令人覺得佢唔願意配合救援，講講下仲收咗線，感覺好刻意咁樣去拖延救護車到場嘅時間。救護員出庭作供嘅時候，亦都話 Martin 當時有幫手做心肺復甦，但係成個感覺只係做戲，因為按壓根本就唔夠深度。當時已經懷疑佢係全心唔救 Michelle。
Michelle 被確認離世之後，Martin 一連串嘅舉動都顯示佢就係兇手。佢一返到屋企就即刻指使啲仔女將所有嘅藥物倒晒入去馬桶沖走，銷毀證據。佢又將 Michelle 遇害當日所着過嘅衫、浴室嘅毛巾同埋地氈全部都收埋響車房入邊。而 Michelle 死咗之後嘅第3日就嗱嗱聲舉行喪禮，專登唔等 Michelle 嘅親戚嚟到，更加禁止 Michelle 嘅親戚朋友入去悼念，避免俾人發現到有異樣。而成場喪禮入邊，Martin 都冇講過半句悼念亡妻嘅說話，淨係不停喺度同人講話自己一個人養家有幾咁辛苦。喪禮完結冇幾耐，Martin 就直接將佢嘅情婦 Gypsy 接返嚟屋企一齊住，仲同大家講話請咗一個家庭嘅保姆，只不過呢一個保姆從來都唔使做家務，唔使照顧啲細路仔，每一晚就係同 Martin 喺房入邊瞓覺。Martin 佢暗中咁樣修改咗遺囑，將大部分嘅物業、存款同埋保險賠償都過戶到去 Gypsy 名下。8個 Michelle 辛苦撫養嘅仔女，每人只係獲得象徵式嘅小額遺產。Michelle 過咗身只不過係5個星期，Martin 根本一啲悲痛都冇，佢仲竟然向佢自己親生女打主意。有一晚，佢親生女 Alexis 整緊媽媽嘅遺物嘅時候，因為太攰，瞓咗喺爸爸媽媽嘅床上邊。去到深夜嘅時候，Martin 入房見到自己個女竟然對佢性侵。Alexis 搏命推開佢自己嘅親生爸爸，而當時 Martin 嘅藉口就係話佢自己瞓着咗，瞓到懵懵懂懂，誤會咗，以為瞓喺床上邊嘅係佢嘅亡妻 Michelle，Alexis 嘅媽咪。響法庭審判嘅證據證實，呢一次並非係單一次嘅犯案，佢之後再一次侵犯佢呢一個親生女，而佢另外一個女亦都向檢控方提供咗證據，證實 Martin 對佢長期作出不當嘅騷擾。後續開庭嘅時候，Alexis 響法庭喊住咁樣作供。呢一單性侵案後續都列入咗 Martin 嘅起訴罪名之一。一班仔女睇到爸爸嘅種種行為，佢哋都早已經認定媽媽 Michelle 就係被 Martin 殺死，但係當時警方已經以意外浸死結案。呢一班細路仔仲細，冇能力推翻官方嘅結論。但係之後咁多年嚟，佢哋都持續寫信去州檢察部，同埋向傳媒投訴。佢哋又整理好藥物嘅筆記、口供嘅矛盾點，同埋 Martin 之前恐嚇嘅錄音，一直都冇放棄。2009年，一單財務詐騙案意外將呢一單舊案翻出嚟。Martin 同埋 Gypsy唔想繼續負擔4個烏克蘭養女嘅撫養開支，盜用咗其中一個養女嘅社保編號同埋身份資料，開設咗虛擬銀行賬戶，偽造證件，計劃將啲細路送返去烏克蘭棄養。慶幸呢個陰謀敗露，2個人因為詐騙、盜用身份而被捕。屋企嘅獨子自細同 Michelle 感情深厚，受住媽媽嘅枉死、家庭嘅破碎、父親嘅身敗名裂，多重打擊，患上咗嚴重嘅抑鬱症。2010年，佢喺法院宿舍自殺離世。呢一件慘事令到幾位家姐下定決心，不惜一切代價要為媽媽翻案。響輿論壓力之下，執法單位終於同意複驗，重新化驗 Michelle 體內嘅藥物。
專家最終確認單項藥物嘅含量係安全嘅，但係4種藥物嘅協同作用就會造成致命嘅神經抑制。Michelle 就係身體冇辦法活動嘅狀態之下，被人擺咗落去浴缸浸死，係蓄意嘅謀殺。多名證人陸續出庭。Martin 嘅舊情人披露，Martin 曾經親自同佢講過點樣利用處方藥混合埋一齊，同埋用浴缸扮成意外嘅殺人手法。佢仲講過自己細個嘅時候曾經企圖毒殺佢自己親生媽媽，又將佢自己親生哥哥撳入水入邊。Martin 嘅囚友仲作供話，佢喺囚室自己喺度自誇謀殺佈局完美。另外就係整容醫生作供，佢話如果 Martin 唔係憑住醫生同埋長老嘅身份去擔保，佢絕對唔會一次過開出4種重鎮靜嘅藥。2013年呢一單案成為猶他州首宗全程直播嘅刑事審訊，控方列出佢事前恐嚇、事後偽造口供、銷毀藥證、藥物蓄意殺人、事後轉移財產、性侵佢自己親生女嘅等等罪證。另外，為咗換取 Gypsy 坦白嘅證詞，檢控豁免咗佢大部分嘅欺詐罪。辯方堅持 Michelle 死於手術後併發症同埋舊病突發，但係陪審團閉門商討咗11個鐘，一致裁定 Martin 1級謀殺罪名成立，判處終身監禁，15年之後先至可以申請假釋。另外 Martin 性侵親生女兒嘅罪成，再加判刑期。聽到裁決， Martin 面無表情，亦都冇半分嘅悔疚。2017年 Michelle 遇害10週年嘅當年， Martin 喺監獄入邊獨立嘅囚室上吊自殺，走完充滿欺詐同埋罪惡嘅一生。Martin 憑住高學歷同埋社會嘅名望，因為貪戀婚外情同埋錢，用咗2年嘅精密部署，利用自己嘅專業知識，害死咗陪伴自己30年、撐起成個屋企嘅 Michelle， 仲係太太離世之後，對自己親生女兒作出魔鬼嘅行為，摧毀一班仔女嘅童年。好在嘅係，一班仔女從未放下，多年堅持搜集證據，終於都可以幫媽媽討回公義。今日嘅案件就嚟到呢一度啦，你哋每一個訂閱同埋每一個 like 對我都好重要，俾我好大嘅動力，繼續去揾多啲案件嘅資訊，再同大家分享。如果你都鍾意我呢一個頻道嘅模式，請你訂閱我，俾 like 同埋留言，仲有分享，多謝晒，下一集再見。